是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膏，新的恩宠。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。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膏，新的恩宠。我们要
出的鼓励，你恩典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，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，在你爱的光中，我能找能力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我们一起来宣告。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。至真至情的苦楚要成就，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邀请各位弟兄我一起举起双手。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。至真至情的苦楚要成就，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每个心房为我承受，恩
无尽头。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是加上钉痕的手，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是加上钉痕的手，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。在第一个主日，你是不是把你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上帝祝福，在这2024年当中，要看见新的事要成就？你是否带着信心，相信在这一年当中，上帝要在你的前面带领你，开创新的道路，进入那应许之地，是那流奶与蜜之地。相信就能够看见，让我们用信心来看见上帝在今年当中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用信心看见前面的应许。当然，我们要为着过去在我们当中的牧者团队，他们要在新的一年当中，要到新的地方，到青埔要开拓教会。我们要为游牧师、刘牧师、世谦牧师来祷告，为他们来祝福。在青埔开拓的当中，有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带领，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。你是否相信这是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？好不好？那时候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为你自己新的一年来祷告，为恩高227教会来祷告，为迦南教会来祷告，为你的家庭家人来祷告。上帝要在前面来带领你，走在应许之地，带着信心带领你前面的方向。我们一起牧师数到3的时候，我邀请每一位，不是只有在心里面来祷告，而是能够开口向神来祷告，让上帝听见你心里面的渴望，让上帝听见你心里面真正的渴望。牧师数到3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1、2、3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，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。在2024年当中，上帝你要在前面带领每一个人走在应许当中。主啊，你要加添我们信心；主啊，你要加添我们力量；主啊，你要加添我们智慧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你凡事都能。主啊，你要来成就新事；主啊，你要将新的酒来浇灌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特别当我们遇到害怕的时候，遇到胆怯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心里面不慌张；主啊，让我们心里面不作难；主啊，让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要为着恩高227教会来祷告；主啊，我们要为着游牧师、应验牧师、世谦牧师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牧者团队同在；主啊，让他们能够所到之地，能够按着上帝的应许，有主的同在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求主你带领恩高227教会在青埔。主啊，你看见在青埔的需要。主啊，你看见在青埔有许多人、许多的灵魂等待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等待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主啊，你也继续看见迦南教会在桃园市中华路
这个地方所要继续成就的事情，在新的一年当中，主要虽然我们不晓得上帝你要怎么样带领，但是知道上帝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有你的同在，我们就相信上帝你必要按着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来成就。我们把新的一年恭敬交托摆上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也欢迎主你亲自来做新的事情，来成就新的意向、新的目标、新的方向。主啊，也为着迦南教会接下来要聘请的牧者来祷告。主啊，让合神心意的牧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来到迦南教会，继续带领迦南教会的众弟兄姐妹，不论是主日、是周六、是成人牧区、是青年、是儿童。主啊，相信上帝你必定要继续来使用迦南教会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，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阿门。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。我们一起看着投影幕上面的经文，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。请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。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都要说。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：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。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摩西、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这样行了。摩西、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奉主的名聚集在你的教会，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从2023进入新的一年。主啊，在这一年当中，主啊，感谢你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故事，再次激励我们。我们都如同那迷失的羊，但是上帝，你借着牧者的杖，借着你的话、你的应许，带领我们能够离开那为奴的日子，而能够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。也愿上帝的话再次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，也与你的圣灵与众弟兄姐妹同在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是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陈柏志牧师啊。在这边你认识我的举手一下，好，果然是少数，好啊。所以呢，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我，所以我一定要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我是2005年到2012年，好，在迦南教会担任青年牧师，好，这段期间，好，那后来2012年去开拓嘉光教会，好，嘉光教会，那2016年去到了美国，好，那所以算一算呢，这个时间呢，好，将近要19年前，好，快要20年前，好，那我搬来迦南教会的时候呢，那时候还将近快要20年前哦，好，20年前呢，在迦南长老教会，20年前呢，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的话呢，代表20年前你大概也都没有在迦南教会啊，好，那时候呢，迦南教会好的还没有青年礼拜，好，我们青年礼拜呢。我们这个叫做周六礼拜，好，周六礼拜的前身呢就是青年礼拜。青年礼拜呢是从2006年的年底好开始试办，然后2007年呢就开始正式的青年礼拜。那后来2年之后呢，青年礼拜呢，好，这个那时候觉得说，青年礼拜的对象不是只有开放给青年，一般的成人弟兄姐妹可以参加，好，所以就改名叫做周六礼拜，好，那一直到现在。所以算一算呢，我们的这个周六礼拜呢，好也已经有13年，好13年之久啊，好，所以这么长的时间呢，
好，其实，在台湾的长老教会当中，有周六礼拜的，到现在还是不多哎，好，还是不多。好，大部分都还是主日礼拜，好，那顶多就是台语跟华语。但是呢，迦南教会呢，在13年前，好就已经开始了，在礼拜六就开设一场礼拜。那礼拜六有一场礼拜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有没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呢，就是聚会时间呢不用赶，好，因为呢礼拜六呢可以聚会到很晚，好，所以我印象中那时候不论是青年礼拜或是周六礼拜，好，都是从下午5点多就开始，好，然后就有小组，然后还有晚餐，晚餐完之后，后来再礼拜，礼拜完之后又在小组，好，然后呢常常都是10点才结束回去，有时候11点，好，有一次快要12点才结束，好，那时候是在教会的7楼。好，7楼。那时候隔壁我们这一栋楼，那我们那时候都说隔壁栋，好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栋，好，是补习班。所以从教会的7楼可以看到这一栋楼的窗户呢，补习班呢一排一排，好，一层一层，好，大家都在那边补习，好，考大学。但是呢，这边的这一栋呢，好，都在那边敬拜，好，都在那边唱歌，哇，有时候呢，好会很疯狂，好，有时候在楼上在聚会，楼下中华路都听得到，好，都听得到楼上在聚会。好，那周六礼拜，好，在迦南教会呢，好，已经是一个相当的稳定了。好，后来我们有这个应验牧师，好，担任青年牧师，后来世切牧师，好，也接续担任青年牧师。好，所以我是第1任的青年牧师，好，那应验牧师是第2任，好，那再来就是世切牧师。好，那接下来第4任青年牧师在哪里呢？好，搞不好在我们当中。但是呢，搞不好很快就会有第4任的青年牧师，好，我们不晓得，好，但是呢，我相信上帝必定会预备啊。好，那在庐山，我们要叫什么区长、区长老，你们都怎么叫？庐山哥，好，那还是一样，好，那跟13年前还是一样，好，庐山哥，好，那他邀请我在今年能够有蛮多的机会，好，能够来到周六礼拜当中，好，跟我们能够有一起分享的时间哦，好，所以每回来一次呢，我就会勾起以前的一些的印象，好，然后就可以跟大家好回顾以前的印象。不过呢，好，在要分享的这个印象呢当中呢，我想要带领大家好来回顾一下应该来看我们在2024年，好，我们应该要关心的全球的消息。你知道2024年呢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要关心的呢 ？AI 好，2023年就已经开始，好，其实更早就开始，好，但是2024年呢 ，AI 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抢手，好，或是呢将来你的这个期末报告呢，好，都是 AI 先帮你写大纲，好，然后呢还会帮你在论稿。好，它真的可以做很多事，而且 AI 呢会让很多的人，设计师，好，会让很多人好可能没有工作。2024呢，好，我们要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年台湾要选总统。那台湾要选总统，不是只有台湾在关心，好，这是世界上都在关心。好，今年2024年，全世界有76个经济体，76个经济体就是指不一定是国家，好，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，都在改选，好，包括台湾。包括美国，包括英国，包括欧盟，包括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一国？印度，好，印度也要改选总统，好，那你中国呢不用选，好，因为中国再怎么选呢还是同一位，但是呢，在今年当中，好，我们要关心的这个台湾的选举呢，好，会对台湾接下来好，不论是4年或是8年，会不会有影响？好，你觉得会有影响？好，不同的总统，好，真的会有不同的影响。我记得呢，我要离开台湾之前呢，好是前一位好马总统，好，那时候呢，那时候的年轻人呢都是22K， 好，22K 的薪水，好，所以大学毕业都只能够领22000。那现在大学毕业呢，你只要找到工作可以领多少？27000多，今年又开始又增加了。快到28000多，好，28000多，好，所以这已经是进步的成长很多，好，所以不论你去便利商店，好，或是在素食店，好的工作呢，不再是22K，
而今年我们要关心的呢，在暑假好会有4年一次的奥运，好在哪里举行？在巴黎。所以如果你呢很想要去巴黎，又很想要看奥运呢，你就要赶快计划。好，现在是1月6号，你还来得及计划在7月份好去完成人生的梦想。当然你要去参加奥运比赛是完全来不及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想要去看奥运，然后又想要去巴黎，今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好，因为去一趟可以圆2个梦。然后呢，今年好，刚才讲到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呢，好是在11月份。可是呢，有一件事情呢，好，我们可能虽然不住在台南，这边有没有在台南出生的？台南人没有，好，我儿子在台南出生，好，他的身份证是 R， 好，所以他算是台南人哦。今年是台南建成400年了，好，所以台湾最早的城在哪里？台南嘛，好，郑成功好入了门登陆，所以代表说我们的台湾呢，400年的历史呢，好会从今年的10月4号开始呢，正式的步入400年历史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好，就像迦南教会，好，如果已经到了57年，好，今年要58年，你会发现这58年当中有很多可以回顾，而台湾也是一样，这400年来有很多值得我们的回顾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可以更认识台湾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学习的呢，都是108课纲。好，有的是那个教改，好教改的课纲，你学到的呢，跟以前好牧师学到的是很不一样。以前我们国中、高中在学的呢是中国大陆的铁轨，好，从这一省到这一省要做什么铁轨？你们现在还需要背这个吗？完全不需要。以前我们都在背这个我们完全不可能去做那个铁轨，然后要做什么铁路，然后这一省的首都是什么，然后这一省的特产是什么？中国大陆那么多个省，我们去背了很多好完全都用不到的东西。但是你们现在学习的呢，好都是学以致用啊，好认识自己。而刚才呢，好1月在下个礼拜6啊，今天是6号，下个礼拜6，剩下1个礼拜就要选举。好，我要调查一下，在座可以投票请举手一下。你有投？这么多哇，看不出来。好，谢谢。我以为你们都是20岁以下呀，不客气不客气。我以为你们都是19、18岁，只有这么多人可以投票。那你已经知道要投谁的，请举手。你已经确定了，很明确。好，谢谢。只剩下1/3人，所以呢，这也是我们现在台湾社会，就是说，我们都还不是很确定我们要投谁。为什么？因为选举好像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。好，选举好像是大人的事情，是以后的事情，是这些在管政治的事情。我有我现在要忙的事情，我连看新闻、看政论节目的时间都没有。好，但是呢，牧师在这边只要提醒的就是，不论你要选谁，你绝对手上这张票呢，好，你都要那一天都要爬起来，好，在下午4点钟以前要去投票所去投。但是呢，你要投之前呢，你要记得你是基督徒，好，要投的呢是一个按照上帝心意的，好，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、与神同行的候选人。虽然这3个候选人都没有表达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是你可以去看见说，这3个候选人当中，3组候选人当中，哪一个人是真的是比较公义、比较有怜悯，也比较谦卑？好，那这样子选呢，我相信按照圣经的标准去选，好就不会错。而年底呢，11月，好，美国也要选总统，但是美国选总统呢，好我也在这边列出来其实这字有点小，左边呢是2组候选人，好，大概一个就是川普，共和党，但是现在川普还没有完成，但是呢，预测可能还是川普会出来选。右边是民主党的拜登，他们也有相同的政策就是对于产业经济还有中美贸易战呢，他们是大部分都是相同的路线。其实应该说，拜登是延续川普的路线，但是会有不同的地方。好，就是下面关于税收、关于能源、关于移民、关于俄乌战争，这2个总统好就候选人就表达他们很不同的立场。所以你支持的不同的总统，这个可能美国好，它这对全世界的影响好会很大。台湾也是一样，台湾你不要看台湾小小的，好，台湾这个2300万人，可是台湾呢，全世界关注的，好，台湾的这个护国神山，台湾的科技业，好，台湾的人才，台湾的高学历，还有台湾的教育出来，透过台湾教育出来的这些下一代，
其实都是世界上非常抢手，就是在世界上呢是很有竞争力的。所以你只要接受台湾的教育，你只要在台湾长大，你只要在台湾好接受这个台湾的基本的这些生活，你在世界上都很有帮助。好，就算你不用出国，好像刚才知道说廷瑞，好，他在 IBM 上班，好 ，IBM 也是美国的公司，他不用出国，好，也可以好在贡献好这个国外的企业，好，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。所以回到刚才讲的选举，好，就是我们这个选举呢，好是要让台湾可以继续的往前进，好，而不是让台湾好被缩小，好是让台湾可以被放大。所以刚好牧师有5年的时间在国外，从国外呢来看台湾的时候呢，刚好这5年当中有2年是疫情的时间，好，这2年当中经过疫情呢1年多疫情的时间。看见台湾呢，真的就是在国外真的是非常的受到注重，好那种感受，好就觉得说哇，身为台湾人，好在国外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骄傲，好因为看见台湾人，好在台湾这个岛上的努力打拼，好不论那时候是口罩啊，不论那时候是疫苗啊，不论那时候是物资啊，还有做这个卫生的防疫措施啊。好，真的是世界名列前茅，而且还对世界有很大的帮助哦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，好，所以这个又更小了。好，如果你还不晓得你要选谁，你就去把这张图找出来，把这3个候选人他们的政见，好看一看。红色这个是雅虎的新闻哦，好，你去网络上找一下就可以看到，可以从这里面很快速的看到说，这几个候选人当他们的当选之后。他们为了要承诺实现他们的政见，他们会怎么样来带领台湾接下来的发展？好，你可以从这当中，但是你要知道说，这个候选人他的有没有诚信？好，他的政党好，他的背景好，有没有是一个很好的 team？ 好，所以牧师今天在这边不是要拉票，而是要告诉你还没有决定要投哪组候选人的，剩下6天的时间，好，你要好好的努力祷告。不要随便，好像在选择题啊，随便选一个这样子，好，这不是一个接受台湾教育应该有的，好，应该尽的公民的责任，而是你要真的去认真的花时间，好，即便你很忙，即便可能你下个礼拜好，在2个礼拜后你就要考大学，但是呢，你也要花一点对不起啊，要考大学现在不能投票，好，所以考大学的人继续专心去考大学，好，你不用去管选举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花时间好好去了解，好。那另外呢，在2024年当中，如果我看我们教会的周报，好，我们有那个灵修进度哦，好，在你的周报上面打开一下可以看吗？好，你们有拿周报吗？在周报的第3页，我们都没有拿周报，好，周报第3页这边有我们的每一周的灵修进度哦。那灵修进度呢？好，它有3列。好，第1列呢是按照新眼光，就是这一本。你们有没有这一本？没有，好，没有没关系。好，它现在有网络，你可以在网络好就可以看到。第2列呢是研经释义，第3列是研经释义1年速读。所以如果按照新眼光呢，好，你可以看到，好，今年的读经，好，会牧师列出来这几卷。这几卷书当中，你有把其中1卷从头到尾读过的，请举手。有哈，很棒。这几卷书当中，出埃及记、士师记、马可福音、以弗所、彼得前后、提摩太前后、历代上下、耶利米、但以理、罗马，你这几卷书当中有其中1卷从头到尾读过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手举着。那牧师再调查一下，有3卷有从头到尾读过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刚才举人都会举着。好，那有超过6卷都从头到尾读过的，6卷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请放下。好，那表示说，今年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一起来学习。学习什么？学习圣经，读神的话。其实我觉得在教会当中，除了服侍敬拜，很重要的在教会当中就是要来学习神的话。跟你旁边的姐妹说，来教会就是要学习神的话。来教会就是要学习神的话。你们最近有没有去看电影？没有时间看电影。好，如果你去看电影的话呢，你会不会迟到？
不会。你迟到之后会不会想要再进去看？可能就会考虑。如果你迟到5分钟还好，如果你迟到15分钟，你会不会进去？你可能会考虑一下，好，因为你前面都没有看到。那你看电影有没有会还没有电影没有结束，然后你就会跑掉，会不会？也不会嘛，你一定会做完，而且看完之后电影还要再看什么？看彩蛋，好，你连那个彩蛋都想要看，一定要彩蛋看完之后，那个灯亮了之后，你才会愿意站起来走出去。同样的，我们看电影都会从头到尾，读圣经好像看电影。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读圣经好像看电影，代表什么？你要从头，然后呢，看到尾。读圣经好像看电影，代表我们要从头看到尾。基督徒，不管你当基督徒有多久的时间，可是呢，如果你没有利用当基督徒的时间，把圣经好好的从头看到尾，其实牧师要严格的说，你还不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。你可以是基督徒，因为你受洗，你接受耶稣，你受洗，大家都会承认你是基督徒。但是如果一个标准的基督徒，他没有办法把圣经好好的读过，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从圣经去好好的认识上帝。为什么我们会找不到上帝在哪里？刚才要进来礼拜以前，这个伟华老师就提出他女儿的问题，说他女儿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上帝到底在哪里？上帝到底在哪里？虽然叫做什么雨欣每个礼拜都会来做礼拜，可是呢，他还是会一样一个问题：上帝到底在哪里？这个问题不是雨欣的问题，是19年前牧师在这边当青年牧师的时候，那时候的青年，那时候的学青团契，他也会问牧师：上帝到底在哪里？所以我相信，20年后、40年后，可能你们当爸爸妈妈，当了阿公阿嬷，你们的孩子、孙子也会继续问：上帝到底在哪里？上帝在哪里？其实上帝就是借着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哪里。但是重点不是他在哪里，而是他要我们做什么，他要我们活出什么样的人生。所以基督徒来教会就是要读圣经，基督徒读圣经就是要从头读到尾。所以今年我们如果要从头读到尾，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？牧师可以教大家最快的方法。我们这个周报上面已经很快了，研经释义，1年还写个速读，1年速读。你只要1年把圣经从头读到尾，这样算很快。它的速度呢，就是1天读4章。你只要1天读4章，从1月1号到12月30号，恭喜你这本圣经就读完。可是呢，我做过，在我要大学的时候我做过，读完了，可是我完全不知道，90%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我只是读过去，读圣经好，你读完了，你只是达到一个标准。但是呢，真正是要去认识、去了解圣经，所以呢，我会建议，你可以详读或是精读，好好的去读。所以第一个叫新眼光的，它是3年1轮，你花3年的时间把圣经从一卷一卷的这样读过，这样你比较能够消化吸收。但是最快的呢，是用听的，好，用什么听呢？圣经播放机。好，或是你可以去找网站。好，圣经播放机你 play 按下去，88不是88天哦，88个小时，它就会从创世纪念到启示录的21章最后一节，只要连续88个小时。所以你只要带着圣经播放机，我也做过。好，那是我在开拓家光教会的时候，好，就常常放圣经播放机，所以我也可以一边做事情一边听圣经。好，所以我以前像我2个女儿在这边。开车在车上，他们也常常在听路加福音，常常在听到他们都会背那个路加福音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88个小时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次。好，那牧师举这个例子呢，只是要挑战你们。今天才不过1月6号，如果你还没有读经计划的呢，你还来得及准备。等到2月6号的时候，你已经慢人家1个月了。好，如果你还没有做你今年度的读经计划，好，很简单，周报拿着带回去，好，就按照上面的，好，你可以3年读完1本圣经，或是1年读完1本圣经，好，而且
一天读4章，大概花多久时间？速读，一天读4章，好，加起来，如果你一个字一个字读，大概15分钟，15分钟内就可以读完。好，一天有24小时，好，你可能15分钟，好，只是24小时的1/24的1/4，好，所以就是24乘以4，好，96/1，一天的96/1读圣经，你还有96/95可以做其他事情哈，这个是数学问题。好，所以呢，不管如何呢，好，我希望在今年当中，如果你有要读圣经的，标起来这几卷书呢，是你一定不要错过的。好，就是开始这2卷，跟今年要结束这2卷，出埃及记、士师记，跟要结束的但以理书、罗马书。但以理书真的是一本太神奇的书。这本书为什么很神奇呢？好，因为呢，前面他都在讲但以理的故事。这个但以理的故事呢，好，相信我们都会背，还会演。好，这个但以理跟他3个好朋友，好，米萨、亚伯尼哥，好，然后还有3个好朋友。但是呢，到但以理书的后半段呢，就开始读不懂，因为但以理呢，他看到一个很大的异象，他看到的异象呢，是关于末世的异象。所以在但以理那个年代，上帝就让他看到启示录的画面。所以启示录呢，又到约翰的时候，他当写下了启示录啊。可是，在但以理书都已经预言，好，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帝国的兴起和败落。所以这卷圣经呢，其实如果你是在中世纪好以前，或是你在罗马帝国时代就读过这本圣经的人，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借着圣经知道说，哇，上帝已经预先知道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好他们的起来和灭亡。而如果你在这个世纪，你可以看到上帝在将来末世所要做的事情，所以你不会觉得说人生只有为着眼前而努力，人生还有很多需要奔跑，人生还有许多需要好去奔跑的事情。好，今天我们读的出埃及记这一卷呢，好是读到摩西他被上帝所呼召，而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呢，刚才我们读到最后一节，摩西几岁还记得吗？对啊，他的哥哥亚伦呢？很好，大家的头脑都很灵光啊。当摩西80岁，上帝才给他一个任务，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以色列百姓有多少呢？我们从民数记里面去看的时候，知道说那时候的男丁啊，就有60万。男丁呢，好就是指成年的男生就有60万。如果用性别比率好算下去的话呢，女生大概也有50-60万，所以加起来就100多万。100多万呢，这是成人，还要再加上他们的下一代，下一代呢大概也有100万，这样加起来就200万。所以我们说，为什么出埃及摩西带领出埃及有200万人，就是因为从圣经告诉我们，成人的男生就有60万开始。而摩西他的出生呢，是在一个悲剧，是这个大屠杀当中，因为当时的法老，他知道好像会有一个领袖兴起，所以他看到希伯来人一直生的都比他们埃及人还要多，所以呢，他就说他要想个办法，让所有的埃及出生的男婴呢，通通都要丢到河里面把它淹死啊，淹死在尼罗河里面啊。好，出生就丢下去，出生丢下去。可是呢，摩西呢却逃过一劫，因为他的妈妈、他的姐姐不放弃，知道这个孩子生得俊美，还有2个接生婆。这2个接生婆呢，好也没有听法老的命令，好把他丢到河里面淹死，而是把他留下来。所以摩西呢，他就被放在芦苇编织的篮子里面，在尼罗河旁边飘啊飘啊飘，就飘到埃及法老的女儿，就是埃及的公主的面前。所以埃及公主看到这个芦苇，然后叫人把它拿过来，看到是一个小婴孩，就给他取名叫摩西。为什么叫摩西？因为摩西的意思是什么？就叫做拉上来。我们一起说拉上来。敏媛，以后你的小孩要不要叫做拉上来？好难听哦。好，叫做
拉上来，拉上来。摩西这个名字我们听起来呢，觉得还不错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知道它的意思，叫做拉上来。我们也不可能把我们小孩叫做拉上来。可是呢，上帝就让这个名字，就成为摩西他的一生拉上来。而出埃及记这卷书呢，英文叫做 Exodus， 它的意思呢，就是中间写的，叫做离开埃及。离开埃及，所以整个出埃及记，他在讲一个离开的故事。离开的故事，你喜不喜欢离开？大部分人都不喜欢离开。大部分人都喜欢安逸安定。又要再换一个环境，又要再换一个住家，又要再换一个场所，换一个学校。我们会需要去适应。但是呢，上帝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。为什么？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埃及当奴隶，已经当了很久的时间。他们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400多年前，从雅各那时候就来到埃及，住得很爽啊。因为呢，雅各的儿子在约瑟当宰相，他们在埃及是走路有风，有吃有喝。可是呢，就是因为他们一直过得太安逸，后来他们的后代呢变成埃及人的奴隶，可是他们也不想离开。所以出埃及记就在讲一个离开的故事。这是出埃及记的希腊文，叫做 Exodus， 这离开。可是出埃及记的希伯来文呢，叫做名字。这个名字呢，是复数的，就是这些人的名字，有好几个名字，复数加 s。出埃及记为什么名字呢？因为是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，第一章的里面就有一个字，希伯来开头第一个字就是名字，然后就什么人什么人，就是雅各的儿子，有他的大儿子、二儿子、三儿子，然后谁谁谁来到埃及，所以希伯来书用这个当做他的书名的开头，就是这些人的名字。可是呢，你要知道，摩西他的生命是从水里面把他拉上来的。可是摩西呢，他呢，在埃及被埃及的这个王后、公主抚养长大。可是有一次他看到希伯来人2个希伯来在打架，所以他去劝架。对，他看到有一个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欺负，所以呢他看不过，他就去动手去打，然后打了那个埃及人，把那个埃及人怎样，把他打死了。结果隔天呢，他就看到2个希伯来人在打架，他就去劝架。就其中一个人说：“你要打我吗？你要打我，你也想把我杀死吗？”所以摩西一听呢，很害怕。然后呢，他就逃走离开埃及，他就自己先离开了。还记得出埃及记要离开，他自己就因为这样离开埃及了。这是我们去年其实也不到2个礼拜，圣诞节，去年的圣诞节的新闻，是非常骇人听闻的。这是在一个高中附设的国中，你们知道在哪里吗？你们都没有在看新闻哦，在新北市，在土城的某一个国中部发生这个事情，你们都不晓得吗？都没有看这个新闻？有知道。然后呢被欺负，然后他就去找他的男同学去找他，结果2个人吵起来之后呢，要去理论的就拿出他的刀子去割他的喉咙。然后就血流不止，然后送去医院装叶克膜，结果也救不起来，有救起来，但是后来当天就死了。所以这件新闻呢，闹得很大，就是因为还不晓得，但是呢，它已经是变成是杀人罪或是伤害致死罪。所以这个年轻人呢，他可能要面对法律非常重的制裁。同样的，摩西呢，他也在年轻的时候，他也杀了人，而且真的杀，不是年轻的，已经不年轻了。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摩西80岁，他后来逃去离开埃及的时候，那时候是40岁。离开埃及的时候是40岁。我们在座有没有40岁的？这边你们都是40岁以下了。如果有40岁的呢，就当做自己是40岁以下。所以他大概在这个年纪呢，杀了人，离开了埃及，跑到了米甸去，就是过了西乃半岛的另外一边去。到了米甸去，然后认识了他的太太，然后你就在那边结婚生小孩，
然后又过了40年，到他80岁的时候呢，他在这40年当中呢，他都离开埃及，他都在雇养，因为他的太太、他的岳父家就是在雇养，但是他的岳父也是个祭司，所以他有一次呢，80岁哦，到了去放羊的时候呢，在山上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摩西的故事，看到荆棘被火焚烧没有毁坏。然后呢，里面有一个声音对他说：“你近前来。”然后叫他把鞋子脱掉，说：“你踩的是圣地。”他就近前来，然后呢，他就跟他这个里面的声音就跟他自我介绍，说：“我就是我 ，I am who I am， 我就是那个创始成终啊。”这是上帝第一次向人启示他的名字，结果他的名字呢，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名字，就是我就是我。所以呢，这个名字呢，希伯来人就叫他阿多奈亚卫，上帝就是把他叫做上帝的名字。这一位自我介绍的上帝呢，给摩西一个任务：你要回去埃及。你过去是离开埃及，因为你杀人、害怕逃跑，现在你要回去，因为这40年你虽然离开，可是他们还是继续在那边当奴隶啊。他们继续还是在那边哀哀叫啊，他们继续在那边有一餐没一餐啊，你要回去把他们领出来哦。所以80岁的摩西，他呢一直不敢去，他一直不敢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呢，是在出埃及记的第7章哦。你从第7章后面就会继续看下去，说摩西呢，他一直3次跟上帝拒绝哦。好，如果是你，你会答应吗？摩西他3次跟上帝拒绝。他拒绝呢，第一次就说：“上帝啊，他们不可能听我的，我去那边这些希伯来人，他们根本不会鸟我。”所以上帝就告摩西说：“拿你的杖丢在地上，变成蛇。”然后呢，摩西呢又跟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拜托拜托，不要叫我去，我是一个拙口笨舌，我不会口才不好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讲话。”不要忘记，摩西这时候已经是80岁，我不知道怎么讲话。但是呢，上帝说：“谁造人的口？谁使人可以说话？谁使人不能说话呢？”是我上帝，我会给你口才。然后呢，摩西还是拒绝说：“上帝啊，拜托拜托，你要谁就叫谁去，不要叫我去吧。”所以上帝第3次呢，就对摩西发怒哦，对他生气，说：“你有个哥哥亚伦，你就带他去，我会告诉他怎么去。”摩西因为这样，他最后才敢去。所以摩西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，80岁的老人。可是呢，他的对自己的形象，从这3个他跟上帝的对话当中呢，可以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人，非常没有自信的人。但是他要去到埃及，面对的呢是一个法老。这个法老呢，跟摩西刚好相反。法老呢是一个充满的自信，因为这个法老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哦。他说往右就不能往左，所以他说冲就大家冲，他说吃饭就大家吃饭。所以这个法老呢，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，相较于摩西哦。可是呢，上帝呢却要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去面对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哦。青少年也会有这个自负的心理哦。那这个为什么青少年自负呢？像法老一样的自负呢？其实有很多的原因。敏媛是社工师，所以呢，可能呢对这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的研究。等一下我们在小组当中呢，你也可以分享看看，你有没有认识那种非常自负的人？自负讲白点就是非常臭屁的人。你有没有认识非常臭屁的人？这种臭屁，为什么他这么臭屁呢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来自于他的家庭，就是从小家里面给他非常多的肯定称赞，然后呢，让他呢目中无人，不懂得去迁就人。有时候家里面没有弟兄姐妹，独生子、独生女，哇什么的，爸爸对妈妈对他百依百顺。以前呢，在中国大陆人都叫做这个。妈宝，妈宝这句话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那时候是只有1胎化，所以每一户都只能够生一个小孩，所以每个不仅是妈宝，也是爹宝，也是阿公阿嬷宝。
好，所以一个小孩呢，有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好，是6个人在照顾一个小孩，6个人照顾。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影响是什么？所有中国大陆出生的那一批的孩子呢，每个都自信爆棚啊，都非常的自负，所以他们呢，好的这个语气的好的这个都会有影响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成长顺利，很会考试，很会念书，都是第1志愿，表现出类拔萃，跑步都跑第1名，跳高都跳得最高的，好，然后都拿奖牌、拿奖状的。第3个是来自于自我认识，好，他只认识自己的优点，没有认识自己的缺点。第4个呢，他的情感经验，就是他会放大，把自己的好的放大，然后呢会去攻击别人，好，他会把别人踩在脚下，然后呢来肯定自己。而第5个呢是他的个性，就是好胜心很强。这5个原因呢，家庭教育、成长顺利、自我认识、情感经验，还有他的个性呢，会影响一个人好有自负心。而且在年轻的时候，如果你在年轻当中，好，这5个环境呢，好，都可能是你可能你的人生成长，好，就会变成说，哦，我智商157，好，然后呢，我是台大的，好，然后我是匪逃匪的，好，我是这个常常挂在口中的，好，他会用这些成就，好，来往自己的脸上贴金，哦，我的月入20万，好，我的薪水有多高，好，然后呢，我的职位多好，这样子。开的车子、住的房子，然后衣服穿的品牌，用这样子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呢？好，其实是依赖在外在而产生自负。摩西呢，他却是自卑哦。自卑呢，好也会有几种好的行为，譬如说自卑的人，人家对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这样子？”的时候呢，自卑人他会很敏感。自卑的人呢，会害怕犯错，所以自卑人都不敢出差错。他会不敢做决定，不敢冲第一个。自卑的人呢，好也会常常寻求大人的关注。好，他可能会需要爸爸妈妈，需要老师，需要哥哥姐姐，需要小组长。自卑的人喜欢跟人家比较，因为他很害怕输。自卑的人呢，会贬低自己，觉得说我不行，我不可以。自卑的人，他去参加社交、参加小组，他会退缩，我不敢参加小组。好，我害怕跟人家分享。自卑的人爱生气。因为呢，只要不照他的意思呢，他就会发脾气。自卑的人容易紧张，因为他缺乏安全感。摩西是属于比较自卑的人，从他跟上帝的对话当中，他对自己80岁的老人了，他都可以当阿公阿祖了，可是呢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胜任上帝要给他做的事情。他要面对的法老王呢，是一个超级自负的人。所以呢，当摩西好，他现在站在中间，好，我这边投影片呢，通通不写摩西，通通都写什么？拉上来，好，所以你看到拉上来就知道在讲谁，讲摩西啊。摩西呢，他要去面对一个就是喜欢自负的霸占，好，因为圣经说这个法老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国王，好，国王就是说他有这些的臣民，他就是霸占的这些臣民。所以你从出埃及记就会看到，这个法老他听到这些希伯来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们过得太爽了啦，你们才有这个念头想要离开，所以他就下令给他们更重的工作。今天如果要挑100公斤，明天开始挑200公斤。今天他们本来可以吃3个便当，明天开始吃2个便当。这是法老的心态是这样。你们过太爽，所以你们才想的还有时间想要离开。可是呢，上帝却是在法老的另外一边。好，我把上帝的名字叫做创始成终，我就是我 ，I am who I am。摩西在中间，一边是法老，一边是上帝。他要去面对的，好，他要选择，他要往上帝那边靠拢，还是要往法老这边靠拢？但是呢，他现在是夹在中间，这就是出埃及记摩西好他所要扮演的角色。法老你会看到法老非常的坚持，上帝呢也非常的坚持。如果你是摩西也没有坚持，你是拉上来，你也要很坚持的继续拉上来的工作。摩西的坚持是什么呢？
摩西其实他很容易挫折，所以他只要去，他真的就去了。好，因为他去了，去见了法老，法老马上啪一下就给他弹回去，弹回去之后呢，他就去找上帝。上帝呢没有马上把他弹回去，上帝呢就给他一句话，上帝呢就给他一个这个宝物，上帝呢就给他一个能力，所以他又继续去。所以摩西呢就是来去来去来去。如果你有时间，你可以去算，摩西去找上帝几次，他去见法老几次，好10几次，好10几次，就这样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。好，这样去一次呢，不是我们今天坐火车、坐捷运、叫计程车马上就去了。去一趟对一个80岁的老人是要花很多的时间，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花很长很长的时间。但是摩西的坚持、法老的坚持、上帝的坚持，最后是谁得胜？好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在过红海的那一天，上帝得胜。好，而且他们真的离开埃及。为什么过红海？因为过红海就代表他们真的离开埃及，走出来了，离开埃及，红海就是他们离开的第一步。如果他们没有走进红海，他们都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埃及。所以上帝的坚持，最后带领摩西来得胜了。好，所以上帝有一套的机制，这个机制呢，就是让摩西也好，让法老也好，都必须要离开，都必须要起来。好，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6章4节啊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要与他们坚立我的约，要把迦南地他们寄居的地赐给他们。再一次，我要与他们坚立我的约，要把迦南地他们寄居的地赐给他们。刚才有瑞婷说他从屏东和平教会离开，来到桃园迦南教会已经4年的时间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现在在和平教会，你会做什么？你可能也像庐山哥这样，可能是一个小组长，是一个区长。如果你现在还在屏东的话，你会做什么工作？屏东可能就没有 IBM 了，但是屏东可能也有其他的工作。但是不论如何，其实当你离开你的本族本家的时候呢，上帝他都有一个计划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在今年，其实这个应该是在年底的时候来回顾这个事情是最好。如果你有来参加跨年祷告会，或是如果你在年底的时候，你有好好的花时间去回想过去这一年，我有什么样的改变？从1月1号到12月31号，其实这个改变这条路，就好像摩西在离开埃及一样。你离开了你国2的时候，你离开你的国小的校园，你离开了你的旧的环境，上帝都一直在带领你。而这个机制呢，是因为上帝让你有前面看见。可是很可惜的，我们继续看摩西跟法老。摩西呢，他是透过3个神迹，他顺服下来。第一个神迹就是他手上的杖变成一条蛇。第二个神迹，上帝就要把手伸出来，结果他满手大麻风，然后呢再伸回去，再拿出来，大麻风本来那个大麻风是皮都要掉下来，那皮都要烂掉，放进去再拿出来，手又好了。第3个神迹是 UV 的，说你带着这个杖去尼罗河，当他们如果不听你的话，你就把这个杖指向尼罗河，整个尼罗河蓝色的变成红色的，全部都是血。这3个神迹，摩西他就去了。这个图呢，是我叫 ChatGPT 画的，说请你帮我画一张摩西，然后呢手掌大麻风，然后呢还有杖，还有尼罗河的图。然后 GPT 就帮我画一张，所以你可以看他那只手呢，从背后伸出来，皮肤上面都烂烂的。右边那一张呢，也是 GPT 画的，请你画一个法老跟10个灾祸的照片的图片，结果呢，他画出来就长这样。他有4张给你挑，觉得他画的还不错，只花了10秒钟的时间他就画好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以后有 AI， 你不要去学美工了。
去学美工呢，你会被 AI 的饭会被 AI 抢掉。好，以前牧师也是读美工的，好，读广告设计的。法老呢，最后他是透过10个灾难，他才顺服。摩西是3个神迹，第2个神迹他就顺服。其实10个灾难也是10个神迹。这个法老呢，10个神迹里面呢，第2个他就心痛了，他就开始痛了，他就开始咬，可是他又刚硬。第3个、第4个要哀哀叫，5、6、7个也哀哀叫。好，去，才讲完之后，隔天又反悔。他要到第10个，就是他的大儿子死掉那一天晚上，好，他才说拜托你们去，好，真的去。可是去了之后呢，过几个小时他又后悔，追啊，派人去追啊，好，然后呢自己好跟他的所有的士兵，通通都被淹没在红海底下。好，我们请那个跟敬拜团来到台上。恐惧，好，是上帝的机制。恐惧的英文叫做 fear。你对上帝的恐惧呢，有好的，像摩西一样。也有坏的，像法老一样。如果你对上帝都不害怕，法老一开始就是对上帝不害怕。摩西来告诉法老说：“上帝叫我来。”他第一句话说：“上帝是谁？我不认识他，我没听过。”结果呢，上帝就让他好好认识上帝是谁。这是一个美国人10件最害怕的事情，在过去这1年当中。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太多，不过这是周6礼拜，我还是可以分享。好，美国人呢最害怕的10件事情，第1件事情就是贪污的政府。好，你会很意外，我觉得这不是台湾人害怕的。台湾人看到政府贪污呢，可能不会把它排到第1位啊。美国人最害怕的10个人有6个人怕政府贪污。台湾人最害怕的是在第10个，没有钱。没有足够的钱来应付未来。美国人是排在第10位，48%， 2个人不到1个人会害怕。美国人他们没有钱可以继续生活。台湾人把钱放在最前面，缺，去年的代表字叫做缺嘛，什么一下缺蛋啊，缺钱啊，缺电啊，缺油啊。台湾人很害怕没有安全感。其实刚才牧师有说。害怕的英文叫做什么 ？Fear 这个字叫做害怕 ，Fear God。请问伟华老师 ，Fear God 要怎么翻译？对，敬畏。你对上帝的害怕呢，在圣经当中叫做敬畏。好，跟你旁边的人说敬畏。箴言说，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。那个敬畏就是从你心里面对上帝的一种尊敬、害怕。我要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好好的去看摩西是怎么样的怕上帝，他是怎么样的对上帝的恐惧。不要，上帝不要叫我，上帝我不行，我没有口才，我不能够讲话，你不要叫我。但是呢，上帝让摩西的这个害怕成为一个敬畏，所以最后上帝说什么，摩西就做什么。如果你读到出埃及记的32章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摩西，上帝给他的评语是：摩西是世界上最敬畏的人，最敬畏的人，他是真正怕上帝的人。法老刚好是另外一个代表，他是最不怕上帝的人，因为他是法老啊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可是呢，他却是一个最失败的人。摩西叫做拉上来哦，这个也是 GPT 画的。拉上来呢，什么意思呢？上帝要摩西把这些人从痛苦当中把他拉上来。今天我们在教会，不是只有你来聚会，不是只有你来礼拜，你也要像摩西一样的敬畏上帝，你要像摩西一样的，你要把人拉上来。所以你来到教会，不是只有你来，你的家人、你的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他们可能还在游泳，他们还穿着救生衣，这个时候他们可能都在其他地方在忙，而你要去把他们拉上来，拉到这一艘船上面，拉到这一个
这个信仰的当中。这就是上帝给摩西所做的事情。可能你的反应听到之后，你会跟摩西一样 ，No No No， 上帝不要叫我，上帝我不行的，你可以去找谁，你要找谁就找谁，不要找我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摩西80岁，而你们现在只有18岁，你可以的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跟他说，你就是拉上来，你就是拉上来。跟他说，我也是拉上来，我也是拉上来。我们都是要把人家拉上来。当你去拉上来的时候，好 ，GPT 他画的第一张是这一张，但是我还是把它留下来了。好，因为我跟他说从水里面拉上来，就 GPT 画了一张，拉了一堆的鱼啊、贝壳啊、珍珠啊。我觉得这张也是蛮有意涵的。好，他可能因为在马太福音，好，耶稣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啊。耶稣叫他的学生要去做的工作，就是要得人如得鱼，去把人拉上来。今天你在教会的一天，你就是要读圣经。今天在教会这一年当中，就是要好好学习神的话。在这教会这一年当中，你就是要服侍神，你就是要成为那个摩西，就是要站在上帝、站在法老的当中，在中间。上帝有上帝的坚持，法老有法老的坚持。这个法老是谁？可能是你的老师，会不会对你的老师很不尊重？好，这个法老可能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人，他反对你去教会。这个法老呢，可能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老板，他不准你在礼拜六这个时候去参加周六礼拜。这个法老呢，可能是补习班，可能是学校的考试。这个法老呢，可能是你现在需要工作，需要赚钱，你需要去交朋友，你需要去玩。但是上帝有上帝的坚持，你是摩西，你的任务就是要拉上来，你要先被上帝拉上来，你就要先尝尝主恩的滋味，才能够带人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眼中的至宝，你是上帝亲手所拉上来的，你就是摩西，你就是上帝所拣选的。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，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，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，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。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有你慈爱紧紧的拥抱，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答案。唯有你配得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。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。唯有你。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。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虽然有时，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有你慈爱
来举起你的手，对他来说，唯有你，唯有你配得，勇敢的唱出来，对神来唱你的心。一切尊贵荣耀，主你的施教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，唯有你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，主你的施教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刚在礼拜前的时候遇到维华老师，他在分享他的女儿，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。他分享说，那时候他怀孕女儿的时候，然后因为他有这个流产的体质，所以他很害怕这个胎儿保不住。然后记得那时候他是传讯息来说，牧师，我现在流好多好多的血，我现在流好多好多的血，我好害怕。他很害怕又要失去这个孩子，但是牧师就是告诉伟华说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相信上帝所做的。结果他的女儿现在长得比他还高了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害怕，当你面对害怕的时候，不要让害怕让你离上帝更远。当你害怕的时候，你要赶快抓住神，你要像摩西一样敬畏神。你害怕什么呢？刚才列出10个美国人害怕的：害怕没有钱，害怕生病，害怕要缴很多的账单，害怕这个要去看医生，害怕车祸。你害怕什么？把你的害怕带到上帝的面前。在2024年，你可以列出你的新希望。2024年，你也列出你的恐惧，列出你的害怕。你的害怕，邀请上帝把你的害怕拉上来，把你的害怕像摩西拉上来，带到上帝的宝座前，为这些害怕来祷告，为这些你担忧的事情来祷告。你会经历上帝在今年要给你的祝福。所以我要邀请大家来为你的口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安静。我等下请敬拜团在唱一次诗歌的时候，我要邀请你闭上眼睛，把你心中的恐惧现在就告诉神，把你的害怕来告诉神，让上帝使用你的恐惧成为一个良性的害怕，是一个对上帝的敬畏，是一个离上帝更加亲近的。你不会因为像法老因为害怕心就更刚硬，离上帝更远，而是你要离上帝更近。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把你的恐惧，把你在今年当中的担忧惧怕一件一件的告诉神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然后把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个孩子心里的惧怕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你怎样把摩西拉上来，你也可以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拉上来，无论是在深海的当中，是在红海的当中，是在困境当中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无论是下个礼拜的考试，无论是下个月的挑战，无论是功课，无论是学业，主啊，你都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，紧紧的信靠你，相信在上帝里没有难成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要把每一个孩子的祷告放在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不害怕，因为你，我们就不害怕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来唱，唯有你，唯有你配得。把你的手举起来，举起你的手来，向神来祷告。一切尊
大声来唱，唯有你，唯有你配得。让上帝带走你的恐惧，让上帝来除去你的害怕，勇敢的唱，勇敢的唱，勇敢的唱出来。要主你的使者，是无价之宝。你是我珍贵的主，耶稣。你是我珍贵的。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珠，在对耶稣来唱，耶稣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把我们每个人拉上来。我们曾经像摩西在河水当中漂流，我们的生命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尼罗河再流下去，流到地中海，地中海流到大西洋，大西洋流到太平洋。但是主耶稣，你把我们的生命拉上来，让我们不再彷徨，让我们的生命有目标、有方向，让我们知道敬畏神、惧怕神，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、来服侍。主耶稣，我要为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，也为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在2024年1月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立定心志，更加的来认识你。从圣经好好的来读你的话语，求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年当中能够好好的来读几卷圣经，好好的来认识上帝的话，让我们带着看电影的心来看圣经，让我们不要错过每一场精彩的情节，让我们不要错过那精彩的聚会，让我们不要来错过那精彩的服事，让我们不要来错过那精彩的生命。主啊，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年当中都要突破。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，我们要更加的认识圣经，我们要更勇敢的传福音。我们要像那3位牧师一样，要去得人来读德语。我们要继续在教会、在迦南、在周六礼拜、在小组当中，在学校、在职场、在邻居、邻舍住的社区当中，看见更多需要被拉上来的生命。或许我们会像摩西一样害怕，但是上帝，你给我们有杖，你给我们有权柄。上帝，你让我们的手可以做工，我们的手没有大麻风，我们的手是洁净的。上帝，你还为我们预备那更大的能力，可以使整条尼罗河都可以变成血。主啊，求你装备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的看见主，你要在前面带领我们，我们要用信心来跟随你，用信心来跟随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也求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。特别今天晚上，我们心中的害怕，你已经帮我们除去，你把这个害怕转化成为敬畏，对上帝的敬畏。因为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当我们走到绝路，当我们走到没有路可以走，或是我们不晓得路在哪里的时候，让我们看见有神的同在，就有路，就有方向，生命就能够成长。谢谢他们的主，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在你要坐下以前，去找4个弟兄姐妹，跟他说：2024，上帝要与你同在。4个人哦，2024，上帝要与你同在。2024，上帝要与你同在。